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丽君，很高兴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和观众朋友们交流。谢谢你们看到了我们粤剧，走进了我们粤剧。一首经典的话蝶，我想和你唱。思声切阔，语字成声，这字字声，语字偕老。碧草青青花盛开，彩蝶双双举百弯。打开扇子，和我一起。三八永联银台，同唱共度真善哉。你们交换的信物好特别啊！相守情切切，山伯经历了大喜大悲呀。满天飞舞的蝴蝶，吟唱着自由和浪漫。历经磨难真精彩，天长地久不分开。这次的合作真的很难忘，希望我们能够在现场有更多难忘的面对面的合作。我们现场见。